乡亲啊，过来这个嘛真离经，发生伫个南投的草屯，超车超袂过，就用迄个 BB 枪共弹车。受害的民众赶紧冲到派出所报案，警方找到这个开枪的驾驶，伊的理由讲是为着要清理这支枪，车顶有囡仔，伊惊会伤到囡仔，才会哪开车哪开枪来清枪。这个理由实在是真勉强。除了对方甲告这个恐吓，警方嘛用社会秩序维护法甲伊送。姓王的民众暗时赛车经过南投草屯，这个时阵后壁出现一台白色的进口车，驾驶座雄雄提出一支枪向民众的车开枪。民众当场讲起，详细想才发现应该是 BB 枪，就从驾驶座拿 BB 枪出来射我，从后面射啦，就听到打。好像打不知道几声吧。白色轿车佫叫伫后壁，对方甚至甲车挖紧，做出敢若要甲人呛声的动作。他还开到我旁边，在那个窗户旁边拉那个枪套啊。姓王的民众冲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，警方抓到这位开枪细汉的查甫人，嘛对伊的车顶换一支 BB 枪。不过这位查甫人讲，只是要甲 BB 枪的气体放出来。韩显表示说，因为空气枪放在车内，而且还有小孩，然后怕有危险，然后说他当天是在车内释放那个枪支内的气体。前面也没有什么纠纷啦，你袂使讲，因为我咧超车，你嘛咧超车，你就会使摕枪然后开吧。虽然这位摕 BB 枪细汉的查甫人讲，只是要甲枪的气体放出来，不过伊的车顶搁载囡仔，哪开车哪清理枪，实在伤悍。姓王的民众怀疑，可能是伊和对方伫同一个时间要超车，才因为安尼造成对方不满，想要对伊开枪。姓王的民众嘛决定要甲个恐吓，警方除了甲这位细汉的查甫人的 BB 枪没收，搁追加一条违反社会法，函送警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